真㗎，佢真係好好用，但係我要組織下點樣講，我係完全冇諗過支 primer 可以做到咁多嘢，就係呢一支 Ka Beauty 嘅肌光透亮妝詞乳。我自己咧係乾肌，仲要上個禮拜啱啱打完 pickle，即係我成塊面咧係有傷口啦，會結焦啦，會甩皮嗰啲啦。我特登揾咗一支霧面嘅粉底，冇用佢嘅時候啲甩皮好明顯嘅，特別係我打完 laser 嗰啲位置，我嗰陣嘅甩皮咧仲要係大面積嘅，超級唔得，唔出得街。但係用佢同霧面嘅粉底1:1上面之後，我啲甩皮嘅位置明顯存在感低咗好多，我諗淨係得翻10%。我呢度係有一粒暗瘡印嘅，仲要係甩皮嘅狀況啦，而家都可以見到。你係要控好埋咧，先至會見到我甩皮咯。佢真係可以做到保濕嘅，同埋有轉光粉體，所以用完佢之後，你塊面咧係會有啲微微透出嚟好健康嘅光澤感。對於呢一個咧，我都表示不 surprise，因為佢係小楷老師出嘅嘢啦，咁所以我覺得一定有保證啦。但係咧，我最估唔到係佢嘅持久定妝，可以減低暗沉。我自己個人嘅體驗係，我朝頭早9點半完妝。之後我係完全冇加到任何碎粉啦，或者 setting spray 去定妝，我就咁就行出街。到咗夜晚9點半，即係12個鐘之後咧，我個妝都只係出咗油，佢就冇特別改變啦，即係冇浮粉啦，冇棘粉啦，冇甩妝啦，係冇噶，只係擤鼻涕嘅時候咧會令到附近皮膚冇咗個妝。佢自己本身係冇防曬度數，佢嘅定妝效果已經足以令我十分滿意。